苏丹千秋，苏丹千秋，众卿平身。一生
为父王所安排的书单，唔知父王敢係有滿意呀？满意，满意呀，甚好，甚好啊！父王啊，你係啲嘅錢物居哩呀？太子，父一向孝順呢，今日國王蘇丹為何不見寄來到呢？哦，父王，請你放心，根本係你嘅蘇丹，奉愛記一天會來到父王你來拜壽，不如此款，以身再見一筆，共祝父王福壽綿綿，福壽綿綿啊！啊！父王啊！你拜见父王。王今日你此匆忙，所因何事啊？禀告父王，已有事不明白，公主莫讲啊！王你讲吧。父王，你身
总管千里随乡，错付重生。这有义何呢？既然给错付重生，为何已经那用上水泛连连，重生诉苦，百想不堪？安排的事情，难道父王你就唔知吗？凤五，你要了解，凡间明明定数，天理自有安排。为凤五你所想，如果何非顺犯平数啊？凡间必将太乱，多事就不可恕是吗？父王啊！危险啊，不啊梦啊！人见风，民生有苦难渡过，县家不敌家阎魔，随犯那连那连，莫信那走啊！呀！先改那先那可难，先因故，凡尘有理反因苦，人间比起有天数啊！罪孽啊来记呀，人发图啊！父王，凡间人公托，为神爱人，给为神者，敢不是应该爱报救世人，怎能得官犯人敬用吗？这话是没错，不过也没你所想的安样简单啊！这就是人世间所谓天理昭彰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十恶无报，天下必将大乱啊！父王啊！风舞啊，天啊，松啊，魔鬼呀路啊，父王啊，父啊得，你输啊，无奈呀把那想啊，诉苦啊，诉啊，娘口啊，母啊，不凶啊，不啊，凤五，有关世间轮回之苦啊！哎，随烦那身那在，千里呀无啊，苦苦啊怜啊苦苦啊有啊，来不见那在呀见呐，明见那苦啊，我心那梦啊，哎呀，先该出啊。奉定你的想法，但是凤五，你千万莫破坏天规啊！有人输家，有人平安，天托轮回，混就按一次啊！你看哪有差错？都是连国王就难以保全啊！这，父王，何为个天理呀？你讲该天理，根本啊就是无好理。哼，凤妹，凤妹呀！岂有此理！只怪国王平时太过重义，这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父王，父妹也是一位心存善念，
言语嘅冒犯，强父王，你就息怒咯。向太王息怒。众卿，起来吧。启禀太王，态势不好，我说公主，公主常因不苦，将天海神主拿走，是下犯天理。啊！天来多准。父妹，父王咩嘢？官家非将江中前去，以求唐威向天说吧。母兄，百姓诉苦，都是因为父王做神嘅大祸，俺也是为救重生啊！你全部要为难父兄咯。为到重生百姓，俺做唔得结束，你哋所谓嘅天理，一天还有其他嘅方法可行，不可牺牲百姓嘅性命啊！你做跳王，本言无所来冲天，天理自天来归天，万变听说了一层层，不能有了那俩半边，半边听说一层啊层啊，不能有了俩半边，俩半边，天来准。母兄，你别说，母兄啊！胸中喜怒叹我也，先爱呀给有情天，把香流离在佛前，爱爱不散心一间。父妹，父王已经讲过了，凡见皆无常，唔系你爱两杀做的嘅天，也系天理嘅顺办，唔好触犯天规，天来规准两强吧。奶奶，你老父母不平庸，为什么爱危险么好？来，且对中午的家书，你得有两百个天规。后辈威雄，对义母亲来见啊！好结束起来。
公何以终？人多求天匆匆，梦空见天叹莫用，梦空见天叹莫用。双福太公，你看，姐姐，天意将至，你姐姐落来山雕肚，免得本太岁滚走啊！公子，生意。双福太公，你风光安泰，大看，你被黑妹性命难保了。你们爱讲王，今日自有天相，爱看了风浪啊！当家就会过去，公子生意生意。